今年用天文岛上经团的练习上经，今个练习的是地藏经，为了这个礼拜日10号来发挥。天坛演证了上经，地坛演证了上经，这真坛演证了上经。哦，有上着药方真经、天文真经、大同真经、地藏菩萨本愿经，了伊个药师宝忏的，药方真经、天文真经、大同真经、地藏菩萨本愿经、药师宝忏哦，安尼5部经啊，5部经。中华民国106年11月13号是礼拜天哦，一天的法会活动，新营龙虎宫天文堂，在健康路公园路这里，在南新国中的西边。